掩照之下更加璀璨。德國柏林勃能登堡門就有迎新年倒數活動，煙花同埋雷射燈光照亮柏林嘅上空，又有歌手演唱賀年歌曲。俄羅斯莫斯科亦都有煙花匯演，為原本已經色彩繽紛嘅紅場更添光彩。喺阿聯酋迪拜，全球最高嘅哈利法塔鋪滿咗7萬組 LED 顯示屏，面積打破健力士世界紀錄，同樣有煙花匯演。北韓首都平壤亦都有大型煙花表演，歷時大約20分鐘，唔少民眾喺金日成廣場聚集欣賞。領袖金正恩3年之前掌權之後，都以燃放煙花迎接新年，分析話係要增添社會嘅和諧氣氛。海峽兩岸亦都同賀新年，上海外灘有跨年文藝表演，喺接近0時，台上台下一齊倒數迎新年。台北嘅101大樓亦都一如往年舉行煙花匯演迎接新年，大約18萬人喺大樓嘅4周一齊倒數，慶祝2015年到臨。無線電視記者林錦輝報導。